越剧的两位老师需要带一下这个纽扣麦。哦，马上。什么叫年龄差？是我比他老吗？我不服啊。他说这次的宝黛看的有点年龄差，杨老师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太小了吗？对，是不是我太小？我集合一下，带麦的，集合。看这样的集合，就在他不是这吗？上人在哪？我们不是这里有的小小的吃饭了，这个打坏上来时间不够，打坏上来。这个，这里。学者，周飞，学者呢？丢垃圾。哦。4个，你说4个，我自己看就好。带麦的时候已经漏了，最多还一下子一个，一个那个人没给我了。来，周飞。我就躲在这儿换裤子啊。咱来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在台上拍照之后，我们就再有一个因为自己化妆前，或者说你在成像，不能说你是说这个头饰吗？16个。是的，没错，我是这个直播间主人的家属。我找不到我另外一只腿在哪里。大哥别社交了，我是友情来出个镜，荣幸在这里直播间和大家见面。完，还好，我这个领口大。哦。哎。咱这边还有原创的老师呢，原创的嘉宾老师。睫毛掉。谢谢。是不是喷点水会好一点？喷点水呢？反应这么快？啊？喷点水再重新加更好一点。还好，松一点，因为喷水我擦的太细了，就没了。直播过年吧，过年吧，空的时候，好不好？不要看我。好吗？今年过年一定和你们直播嘛，好吗？直播间见。今年我绝对。好呀。
业的怎么样？一直在营业呢。我要看看我有没有把这里营业好。你在干什么？那个报纸是我们是去哪里拿的？我带过来的。对。真的很为难。还有摄像头的。杨老师，爱的守护一出来，杨老师马上退出屏幕。累了。说实话，我不懂怎么连麦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弄直播。我一直看他们在弄，下次我试一下啊，试一下。杨哥，你核酸做了吗？没做，要做吗？要做吧。我今天早上做了。哦，那你就不用做了。陈浩宇有没有这个来着？要的。他是要的。这个好像不太对呢。怎么不对啊？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我的黑眼圈可以，要么再干脆。你看这里，你要做看这里这里光了有没有？如果这里光了的话，那个灯光打过就没了。你在那个地方肯定有的。如果刚才化妆遮掉了，那说明等一下就会遮掉。对。你把衣服怎么弄好？跑，出完了就跑。我不来，我抓不动它。那么好看，你怎么这么好看？噔噔噔噔噔，这个人，你不能说好看，你要说帅。我在换衣服啦。你今年16岁。你现在有压力了啊？干嘛？你16岁，我13岁啊。这个人比你还臭美，我知道的。那他比我臭美多了。是的。哎，我这太过分了。看前面。太短了吗？为什么要反穿？哎呦，又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看，换一个。我呀。裤子拉下去。万一。还有一个。说什么？怎么样才能要李老师签名？那不是很方便的，可以写。那个刚才那个合同是写在哪里的？合同？什么合同？不是有一张合同要签名字吗？对，你在乙方上面写上去。乙方。你在拍视频吗？在拍？拍照片吗？我知道，再换了。饭小颖，都看看嘛。饭真的一点都不饿。
哦，有点短。什么东西有点短？他是谁啊？哦，我外面不会发。那你给我发一下呀？那我给你重新拍吧，真是的。不要动啊！我可以挤。要可以美颜吗？就刚才那样，刚才那样还可以，我可以自己再调一。就是自然一点是吧？哎，那我不是等一下，等我穿衣服的时候吧，就像穿鞋子。这个也可以看。啊，好。长久不穿有点穿不进去。应该。我感觉这个背光的光也还行。我这拍出来可美了，是美呢，还是因为相机啊？不涂的，我看过了，这个就。不好意思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字？你手一摸就知道了，真的是。我去补一下妆，你先不要起来。一点不敷油啊。你等会发我嘛。嗯。哎呀，等下我再给你拍一个。好，来预备开始。好。我觉得杨好像瘦回去一点点。嗯。很明显的一个加速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做苏醒的时间我会吹起来的，我到一忙就会鼓起来。我只要是最近没什么事情了，会好的。就是他这无所谓两处细节可不可以帮我再搞一点点啊？就这里，这我感觉可以。有没有谢幕？没有谢幕啊？有谢幕。这儿。哪个？阿迪。哎。他几点开始啊？还有15分钟。然后还有谢幕的。我记得是他们不是谢幕是我们单独的那个谢幕吧？就是那个他们几个人唱完之后，我们站在后面，主持人后面那个。排练的时候有没有？哦哦。哪一个？你们什么东西？哎呦。妈。啊，我在录戏子春晚。我还知道。哎，他为什么要跟他妈妈讲普通话？杨老师，我感觉这里可以再配进去一点，按一下。不用，这个造型是在这里的，不用。你觉得可能说不能说。为什么要跟你妈妈讲普通话？你只是说这样转过来看你就知道。你为什么要跟你妈讲普通话？继续啊。嗯。眼袋。这里没眼袋，说明那个光下面就会没有眼袋。我的眉巾掉了。哎呀，还有一点点眼袋。钱拿来呀，价钱。跟哪个说的？跟哪个说的钱？我吗？钱拿来呀。钱不是给过你了吗？昨天那个红包你忘了？那我拍完是不是也可以敲竹杠的？要一点小费。要一点的。小费才。5块钱也得给一点啊！你记不记得你还欠我多少吨海鲜？是不是说过就忘了？哎，今天可以让他点个海鲜外卖给你。欠了很多。不是杨老师，就是这些个杂毛了，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处理一下？看不见的。万一呢？不可没有万一。不要，看过来给我再处理一下。不会有万一的。这也太近了，我有点压力。我的心是。我给你看一下。嗯，这个好的，这个好的。哎，还有那修饰笔呢。我们3位老师，就是因为你导播那边画面啊，他到了站台下面有个调整，就是今天3个老师旁边完了是粤剧，然后罗京背在肩膀上，我先把这个撞到。那个修饰笔。杨宇老师2平台的。就是背在身上穿，好吧？不穿啊，你也不穿哈。这个2平台的。你的手胖了。这个吗？2回。反正他是那种。要的，我要美颜的。我不知道，我选你来。
你这谁拿来的？这个是婉婉给我拿来的。不用，我找不着放给他。你打开。不是，这个是周丽给我的，这几个。有美颜可好。这不能是我的吧？我有，我带，不是那个肖老师。照片拿来。不是给你过了吗？他们上面调过了，你看调过了决定。好了，赶快。对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对的，是这样吧？他们上等一下，我先带那个讲话妹妹他们，你看这个有一点点的，也还行吗？杨老师，我们再提一点，就是不是那么重要的，就是特别微小的要求啊。我这两个还可以再一样一点。什么眉毛？眉尾。脚要露出来了。哪些姑娘？哪里？不要急，一点点来。好了。椅子。这样你修饰精致一点。地上掉的是什么杨？那啥呀？杨老师。希望张。杨老师，这里还可以再来一下。万一人家给我一个近景。不是一定要给你近景的吗？那万一没给我也有可能。我都说不用放，就是有点冷。这里啦，这里多穿的几根。不会，别动它，不然一刀切死了。好了。你确定这种花要放在这里吗？对，它后面它转身。感觉。这个别针怎么办呢？哎，横着转。二姐。我也还没有看习惯啊。小衣结束了，那秋衣裳我就不去洗。刷牙是什么？紧把手。爽吗？哎，这个我。紧把手。来，我再拍啊，再拍一点啊。这个距离我有点安全感。开场的黄忠，我们那个楼上来的人黄忠。这个刘海，我也希望我播出那天能看习惯。你做点什么可爱的动作啊？那辛苦啊！啊？做点什么可爱的动作啊？这么硬的这个手，要么这样。哎，对，这样，不然这样太硬。这样有没有软一点？啊，对。我去把衣服穿上。自己剪啊。哦，好。那你这个衣服是给我。说好，哎，你怎么要带这么多天？本来说你要带到8号吗？也是。我来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后面还有人换衣服。这个吗？开场节，换衣服去了啊！换衣服去了。我跟小雨不是小北京的，另外的10号就得去。你怎么那么冷淡呢？你今天吃晚了是吗10号我必须得报。还要吃？是，挺好。有些东西我都用不过了。在哪里反应？都是新的吗？是不是都是新的？不是新的。那我再那个。这很好吃。是啊，我也说我前面就是很好吃。我还吃了一半的呢。祝我明天考试顺利，好，祝你明天考试顺利。就全部都在黑屏，就是它是相互的。快点！他们喊我杨美男，真的是。杨胸男。对，它的全部箱子都在这边。杨老师，屁股挪一下。请坐。要不穿给他们看吧，这里他们可以穿衣服的。我给你播你们两个穿衣服。不是你不要翻转哦，你要翻转。穿衣服的。
就这种时候，福光站起来，看我这种回去开一点，我的腰带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杨老师，你先，我先。有秘密，别转，就这样好了。这里才走，那没，后面基本上没有。后面不高。有人说那个穿女装的是陈立军吗？谢谢你。啊？朱姐。好了。杨老师结束可以回白象了，还是回杭州？我回杭州了。我好想去吃白象那个猪脏粉。哎呀，你们杨美呢，不要喊得太响哦，就怕叫出名了。等一下。凶啊！凶男。可凶了！我现在装他说有人想，怕了，我跟你讲。他说有人想亲他有人说想亲一下陈立军，那就让他亲一下。吊口给你带，只有2个吊口。对啊，我温州越亲的。吊口只有2。大声一点呀！小胖脸好了。就是完了。我这个衣服啊，跟话筒有点难比。这件是不是？是不是有点难？这相貌有点难看。哎，那个，谁拿一把黑的吗？秀德。这一个在哪？你拿一把吗？上一组都没有。有的，他们都有。没上过。芊芊几岁啊？芊芊。13吗？你看留下一件衣服穿的。你自己扯开了吧？后面。受伤了。我是站直现在，我站着，我怕太。你指过去。我要温柔一点，我要做一个温柔的人。真的觉得我还有点远。不会。没有。灯光打就没有，你到灯光不好的地方就会有。不会，肯定有光跟你。你用哪个浴啊？我用那个浴。你们没这个待遇吧？我把另外穿出来，把另外。那欧佩兰再借我。下次给你脱，我给他穿啊。在哪里？欧佩兰。波他给你穿，然后波你给他脱。没看到耶，欧佩兰，哎，有没有看到欧佩兰？那边有没有欧佩兰？有的呢。怎么看不到了？肯定我放起来的，看有吗？在这里面，下面有没有？这里面。一是有点低，这个放的有点。挖你帮我凹一下，上次是。没有哎，你这是啥？那个。哪里去了？小勇熬了一下啊。你熬呀，那也是。没有，这样是真的。你怎么不这样？是不是要再这样？后面的看为什么看到？后面也有。就是把我的这个腰带给挡住了。以前的岁数差不多了。对啊。可以挡住，不要紧的。挡住是没有关系。哎呦！你这个戏会笑啊？会啊，平常等下你们不笑。你图都没输嘞。
但你看脖子真的好漂亮，很漂亮。哇。哦，就是你们这个麦，我这边夹哦，不太好夹是吧？对呀。可以啊。但是它竖。可以啊，就这样就好了，没关系。你确定？嗯。要是到后台让你但是我怎么觉得？反正要现场一下子。但是，基本唱的蛮好，声音差的不要紧。看着就温柔一点。两边不用了。晚上带我走，走吧，老师们。你们可以去了，拜拜。那你帮我营业一下啊。来，祝你们顺利。他们要去录制了，拜拜，我帮你关掉了。那你帮我营业一下呗。你没什么好营业的，好吧，我过去一下吧。可以去。可以拿一个外套，拿着帮我拿一下，贴着那个。不要说了，你们是个代理，你看我都有人拿。哎，到那边可能会不能出了。不是露天的吗？我这个保密协议。我知道到那边就。没有，我们下去就把它关掉了。就他的粉丝一定要目送一下他。目送一下他就行。你这个话说的我没了一样。我帮你，来，过于假了一点。不用啊，过于假了啊。来，飞过去。一定小心啊，别摔了。一定小心啊，别摔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你插全部你这个。背可以吗？机会大概是这几个，你这衣服披上呀，衣服啊。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就说再见了。你说后头套呀？你拿着营业一下好了啊。拜拜，拜拜。啊